温柔真实言辞，听是爱生生命不走，带来好奇迹与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心田主持爱生，是我心灵，是我心灵，永不中的安宁。世间一切不过眼冷，只是欺骗与束缚，真是一不灭的折磨，在这世间找不到。来，你要向高山举目，你心必得满足。来，一生的活水泉，一生平安在主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心田主持爱生，是我心灵，是我心灵，永不在梦中的安宁。在这忙碌生活当中，一天寂寞多干贵，你心灵几可以去痛，却无方法的安慰。听这声音何等美妙，是温柔真实言辞，听是爱生生命不走，带来好奇迹与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